請大家而家聽清楚，呢個故仔或者已經聽過，但係我就會用 rap 介紹一位高人，嚟自明朝，因人年人月人時出世，故名唐人，點嗌都冇所謂。點解？因為佢屬虎，想嗌唐伯虎，唔係斷估。江南四大才子之首，佢去到邊 fans 跟佢走，男女都咁受歡迎。有人就話佢好多情，考狀元雖然冇出貓，但係考下都瞓着覺。你或者覺得佢傻傻地，但係你根本唔明佢心理。情人談情話過節要送花，古今都喜愛吧。緣來緣留下世世你我他，就像兩生花。情人如仇敵愛上你太激，芳心必須要命。情場從無敵，卻要轉個色，你的美豔女色。港式女仔白虎係無數，去到邊都左擁右抱，但係咁多對象冇一個了解佢，所以佢仍然覺得咁空虛。直接到去認識秋香，但係秋香又覺得佢好娘，為咗秋香佢乜都制，混入華府做咗人哋奴隸。唉，咁就中咗美人計，但係佢最想做人世。呢個美人真係冇心肝，不停喺度咁玩華安，一浪就接一浪，結果會點唔使我講，我 rap 到呢度係時候閃，夠鐘睇秋香露點。情人談情話過節要送花，古今都喜愛吧。緣來緣留下世世你我他，就像兩生花。情人如仇敵愛上你太激，芳心必須要命。情場從無敵，卻要轉個色，你的美豔女色。